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睇晨光廣播國情頻道，我哋係國情 KOL。大家好，我係5C 班楊愛嘉。大家好，我係5C 班鄭又晴。又晴啊，最近中國進行中國航天史上第6次太空會師。係啊，神舟20號喺2025年4月24日喺酒泉衛星發射點點火發射，並喺太空進行59項太空實驗，維護國家太空安全。冇錯，中國非常重視太空安全，維護太空安全已成為決定國家未來生存和發展空間的重要國家安全戰略。中國倡導世界各國交流合作、合理開發、利用空間資源、保護空間環境，推動航天事業，造福全人類。所以成為一位中國太空人員，除咗本身要強壯之外，仲要接受一連串嘅訓練。究竟要成為太空人需要咩條件呢？大家一齊睇下呢條片就知啦。好啦，快啲去片。中國空間站等你來出差。做太空人探索宇宙，可能係你由細到大一個遙不可及嘅夢想。而家有機會實現，參與國家嘅航天任務。中國啟動第4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同時首次開放俾香港人選拔載荷專家。全國選拔預計用1年半選出12至14人，包括7至8個航天駕駛員、5至6個航天飛行工程師同載荷專家。其中載荷專家名額2個人，首次開放港澳地區選拔，主要負責開展太空實驗或試驗研究、操作同使用太空實驗設備，配合其他航天員開展站務管理等日常工作。1995年，中國開始第一批預備航天員選拔，選出1506個符合條件嘅飛行員，最後14人通過選拔，成為首批航天員。2003年，楊利偉乘坐神舟5號飛船，成為首個進入太空嘅中國人。至2020年，中國完成咗3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從神舟5號到神舟14號。14個航天員，23人次圓夢太空。每一個航天員喺飛上太空前，都需要熟讀大量理論知識，經歷極為嚴苛嘅訓練，例如超重耐力訓練、模擬失重訓練等等，相當唔容易。香港人想成為載荷專家，又要有咩條件呢？年紀要係30至45歲，男性身高為1.62米至1.75米。女性身高為1.6米至1.75米，身體健康，非過敏體質，兩眼裸眼視力都唔低於0.1，矯正後視力唔低於0.8，冇色盲，心理健康等等。學歷方面要擁有博士學位，專業為生物學、醫學、心理學、材料學、物理學、化學、生物醫學工程、機械工程、電子工程、天文學等。從事相關專業工作時間唔少於3年。初選將會主要透過指定機構招募，包括11間本地大學、政府5所研究中心、香港科學園同數碼港園區內嘅科研機構或企業，以及政府部門同醫院管理局。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國家喺香港選拔載荷專家，極具歷史性意義，標誌住國家對香港科研水平嘅信心，對香港青年發展嘅關心。原來成為太空人真係一件唔容易嘅事，期望中國航天科技上有更新嘅發展，而我哋就多鍛鍊身體，努力學習，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堅持信念，勤奮積極。今日嘅晨光廣播到呢度，班主任會派發晨光廣播工作紙，大家記得完成。再見。